使徒行传第5章。那外有一个人，名唤作阿拿尼亚，他老家姑娘撒菲拉买得一条田产，他暗中留下一条钱，将村价交本使徒。这件事家姑娘也知，彼得对他讲：阿拿尼亚，你做嘛该本撒旦控制你的心，来骗圣灵，将买田产的钱暗中留下一条呢？田产盲买是你的，买得以后钱还是你干的。你用般存心按样做呢？你唔是骗人，是骗上帝。阿拿尼亚一听到这个话，就望落去死脱。所有听到这件事的人，全部太出惊。有几个后生人入来，将几个尸体包起来，赶出去卖。太约过3点钟，家姑娘也入来，他还唔知所发生的事。彼得对他讲：你老爱讲，你都买田产的钱就是俩条嘛？他应讲：嘿，全部菜了味。彼得讲：你都做嘛个同心试探主的人呢？你看，卖伢老公的人已经到门口，他都要将人赶出去。他严时也忘在彼得的脚前死脱。他哋后生人入来，看到他已經死脱，就將他趕出去，埋在家老公嘅船頭。全教會留所有聽到這條事嘅人，攏總非常出驚。有千多神蹟奇事通過使徒嘅書，在民間發生，所有嘅信徒同心合意，在所羅門廊下施洗。雖然一般民眾尊崇基督，總係除了信徒以外，無人敢接近基督。這時，信主嘅人進來更多，男女都有，因為使徒行千多神蹟。有的人就將騙人講到耶路，並在民眾當，也係操車當，希望彼得行過去嘅時，佢嘅羊兒會砸到一條人嘅身上。還有一大群人帶等騙人，老下令附身嘅人，對耶路撒冷附近嘅鄉鎮來，這條騙人全部得到醫好。大祭司老幾條同佢共黨嘅人，就是當地嘅撒都該人，對使徒非常嫉妒，所以佢哋就決心要採取行動。佢哋下手作使徒，將佢哋關在監獄。總係嘅暗部，主嘅天使打開監門，帶使徒出來，老佢哋講：你就去在聖天都，對民眾傳關係了新生命嘅道理。使徒聽從這個話，天蒙講嘅事，佢哋就入去聖天教訓人。大祭司老佢嘅同黨，召集議會所有以色列人嘅長老來舉行大會，然後遣人去監獄將使徒帶來。總係因為許多嘅事，發現這條使徒無在監獄度，就倒轉去議會報告講：我到許多監獄，看到監門鎖得好好，看書嘅人也在門外裝等，總係我到打開監門，發現地背連一個人也冇。聖天嘅警衛長留幾條祭司長，聽到這個報告，無干無實，唔知這件事會樣辦。這時有一個人入來報告講：你哋關在監獄度嘅人，也企在聖天都教訓民眾。所以嘅警衛長帶等撲下去，將使徒帶進來。佢哋冇用炮力，因為驚民眾用石頭揼佢哋。佢哋將使徒帶來，喊佢哋企在議會前。大祭司審問佢哋講：我哋是嚴嚴禁止你哋，做唔得用兩人嘅名教訓人。你哋反轉將你哋兩個道理傳遍耶路撒冷，想要將殺害兩人嘅血債歸在我哋嘅身上。彼得留其他嘅使徒應講：信服上帝，唔信服人，也係應當嘅。你哋所當時在十字架上嘅耶穌，我哋祖先嘅上帝已經使佢復活，上帝過神佢，使佢在自家嘅右邊做良手，做救主，愛本以色列人有悔改嘅機會，使佢哋
个嘴得到赦免，我哋就是掠到事嘅见证人。上帝赐本顺服佢嘅人嘅圣灵，也老我哋强下作证。尼非嘅语言谈了两句话，非常欠，想爱杀害几条使徒，总系佢哋当中有一个法利赛人，名按到加马列，系众人非常敬重嘅经学教师。佢在议会中企起来，吩咐人带使徒出去一下，然后对议员讲：以色列同胞啊，你哋处理了丢人嘅事，一定爱惜你。以前突突显起来，此情作态，若有430停记，罪名基本人处死，停记嘅人也散脱去，炮乱就平静下去。以后又有加利利嘅犹太在户口调查嘅事显起来，因有好多人停记，佢也本人处死。停记嘅人也散脱去，对眼前呢件事，我老二就讲，莫老佢哋作对，油菜佢哋，那係佢哋所計劃所做嘅，係人嘅意思，一定會失敗。假使係上帝嘅旨意，你哋就無法度打翻佢哋，你哋所做嘅，強怕反轉係攻擊上帝。尼非接納加馬列嘅意見，就喊使徒入來，鞭打佢哋，又命令佢哋做唔得再用耶穌嘅名講道理，然後投鞭佢哋。使徒離開尼非，因為看得為耶穌嘅名受侮辱，心肝非常歡喜。佢哋還係特日在聖天都老人屋下繼續教訓人，傳揚有關耶穌係基督嘅福音。